为感谢第一线防疫以及救灾人员的辛劳，民间企业佑中汽车美容公司负责人郭之成特别购买了文弹以及防疫用品，送予好不了救援队以及消防兄弟，为了因总是徛伫第一线，维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体恤我们虎尾寮救援队及后脚消防分队在这风灾救灾期间都很辛苦。然后我也是希望说进一个民间企业的小公司来捐赠一些文弹和礼品给消防分队，还有这些救灾的弟兄，帮他们加油打气。非常感谢他，因为我们这几年的尤其是这一次的台风我们队员参与就帮我们在我们惠寮社区跟东区这边有一些路树倒塌跟路障排除的一些工作谢谢他中秋节这一次的对我们队员的慰劳也因为我们民间救援团体就是能够维持的话，就是靠我们这些民间的一些企业家的帮忙在此非常的感谢。除了这次伫后家消防队的捐赠，8日伫佑中汽车美容公司，嘛有感谢张德利志工队的活动。民间企业用家己小小心意，希望会当向这的救灾防疫英雄表达出心中大大的感谢。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